皇上，我甲你带酒用来啊！新酒用靠近皇上，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安尼我无代志，我用去退下吼。赵卿啊，听说江南一带风土人情十分的华丽，敢真是有这个代志？原来皇上是要问询这件代志。是啊，赵卿你是江南的人，一定对江南这个风光真熟，无妨你就说互朕听啊。皇上，江南的诗神啊，的故乡哦，景色的秀丽，富的形象。目客的诗人啊，是银影山川的错误。江南名胜古迹有偌济呢？名胜古迹啊，咱世俗，记你的风啊，过三都。山水的新鲜哦，也是烟雾，西湖的太阳啊，当顶哦，哈哈哈，听说的美女啊，个个叫多情在此啊，最逍遥啊，无错。锦绣的珠玑哦，说不了千古的永名啊，高的金雕。好，若甲安尼，朕就到江南一游，就免请保驾前往。啊，这皇上，这要哪会用这个？这哪会袂用的咧？朕就打扮八面，就袂去互识破。何况阁是请保驾而行，这哪有啥物要紧呢？皇上，江山社稷一律不可无君。假使皇上你若是出京，太后之前一定怪神，引动圣心，神灵是严加遵旨。就卿，连朕的意志，你也敢唔听吗？皇上，哎呦，无啊，酒用啊哈！啊，你遮尔啊好胆，你也敢唔听旨意啊？文书，你敢知影皇上伊是要叫我去做甚物代志？唔管皇上是要叫你去做啥物代志，既有军令，神就该敬奉。文书，这无互你辩解的余地，就是皇帝若要叫你去死，你也爱死。哎呀，文书，哎呀，自古人讲啊，这君要神死，神若不死则不对。文书啊，皇上是要迷惑游江南，叫我保驾前往啊！啊，皇你心里知。无想你的父王早年去世，你年纪轻轻就登基为帝，安享太平。你全然无受太祖皇帝创业的艰难，平日也无想要好好读书，竟然想要去游江南。你家己想看卖，你安尼敢对得起你逝去的父王呢？
哦，新儿想要去江南一游，我想要加见识一下，这哪有啥物唔好呢？胡说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你若是走了后，朝廷是要叫什么人来掌管？搁再讲，你若是去游江南，这个消息万一若泄露咧，必有不孝之徒前来为难你，你又无兄弟，又无子息，接掌大明江山的重任是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，你要哪用个轻易去涉险呢？母后，心里认为这件代志拢是朱福一个人领出来。毋是，无母后，毋是朱福啊。毋免你多说，房母在，传翼王来见哀家。遵旨。祝福这个囡仔，实在真毋知影好歹。哀家是好意要互伊陪托，伊竟然敢教歹皇上。母后，朱福实在无甲歹互你做啥歹代志啊。皇上，三官两处带你出去游荡的人，毋是朱福，也无是啥人啊。你多管闲事。请皇上恕罪。哼！回禀太后，伊王到。微臣叩见太后千秋。祝福，皇上差要去游江南，这个鬼主意是毋是你出的？不，冤枉，微臣是冤枉的。是啦，母后，朱福是冤枉的，要去江南根本就是我想要去的，毋是伊甲我出主意的啊。对今仔日起，你免陪皇上读书，你会用个出宫去。是啊，领母后，皇上，我早就禀明母后，已经选2个人要来判头。是啥人呢？就是皇上你的堂妹陶郡主甲何郡主啊！啊，是母后。点点，房母在，传旨，诸头以及诸侯进宫。遵旨。
皇上啊，人讲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啦，即马太后无爱我陪你读书啊，我只好就来转嘛。后摆若是阁有机会哦，我一定会阁来侍候皇上你的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再把伊调倒转来啊。真是的哦，多谢皇上护阮，我要来去啦。有是讲皇上啊，你以后爱较小心的哦。吼，若是迄个肥的较瘦的吼，这两只好姑婆也是无咧好掠的呢。你是伫讲朱头、朱豪这两个君主是？嘿啊，吼，迄朱豪吼，伊是一个煮酒姑啦，酸气冲天，比太师爷较食力呢。要若是迄个猪头吼，伊力大无强，功夫阁足好的。我看你以后，若是想要离开这个艺术房一步吼，你是比伫咧顶天阁较困难哦。初次就要启程回转江南，但不知文书你有啥物差遣？我是无要交代啥物啦，只是讲你即回若是倒转去到南京，千万都毋通袂记个升起祭墓即件代志啦。是。文书，假使文生若是不在家中，我想有一件代志要向你禀明，通我假意提防啊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因为文生要回京在途中的时阵，曾经有听见两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伫咧讲话，可能灵王真是有谋反计谋。啊，无啊，奉旨啊，你无正无见啊，这款话是袂用的乱讲的啊。就是因为到即嘛无证据，所以我毋才会偷偷来向文书禀明。我即件代志毋敢对任何人讲啊。对啦，文书，还阁有一件稀奇事，我有曾经见过一位武林的人。伊的面貌竟然甲皇上生做一模一样啊！唉，是讲这哪有啥物奇怪啦？自古以来呀，这江面良的人是满满是，也若是讲关于灵王这件代志啊，既然你都得要回乡啊，也我这边我会更加小心来提防，你也都爱沿路打探这个代志到底是实也是虚。若真是讲灵王伊有异心，你就即刻通知老夫。是。不诉同诉。
像真侪天无看到你了。嘿啊，我利用迄2只好高博无伫的，才头选要来见你。好像我有一件代志要来报，你知影呢？是什么代志？迄明仔载就是初七，啊，周勇哦已经得要去江南啊哦。这我早就知咯。安尼你哪无爱叫周勇保驾，啊，带你去江南佚佗啊？母血毋稳，我想有啥物路用呢？哦，哎呦，侯兄啊，我有一个妙计，互你吼随时都会当旋出勇气。是啥物妙计？我你讲，就是一个吼历代土强。咱从午后一直下棋到今啊吼，嘿嘿，大概皇上你也已经真忝啊，不如咱就休兵，明天再见你想啥款？无咯，袂用的。太师旗帜高明，若不尽行，不能收兵啊。也毋过，老夫人脉确实支持不住啊！太师爷，请啉茶。免啦免啦，老太师，世上要找这种茶哦，遮尔芳哦，我看即马是已经学做啊。
药啦。皇后交代，有无啥物人要出动，俺问较清楚咧。嘿，啊你毋无生目睭，这位就是皇后的阿爹牛太师咧。参用哦。皇后，啊小的无法度甲伊行咧，啊那太师爷搁醉落啊啦。太师爱啉酒这个习惯，搁较安怎改都改袂起来。是安怎？哪无用叫我坐啊？啊皇上讲哦，今日太师爷出酒啦，叫我吼开行几步啊，啊叫就放伫咧宫门外口咧等啊。好，赶紧如太师去上轿。是。两位王爷，咱来去御书房，我好笑。